你哋冇睇錯，呢部就係凌志 LBX Morizo Bespoke RR 首波版喎，極有可能係全港第一部首波版。凌志最顛覆傳統嘅熱血之作 LBX Morizo Bespoke 首波版正式到港。完整移植 GR Yaris 嗰粒1.6升三缸渦輪增壓怪獸引擎，304匹馬力，全時4驅，0到100加速只需5.2秒。最正嘅係佢配備咗極罕有嘅6速手波，而且全日本限量100部 Bespoke 標配額，喺日本當地直情要盲抽爭崩頭先有機會中獎，買到翻嚟香港，簡直就係身份同品味嘅終極象徵。想要低調嘅奢華，定係要極致嘅粗雄？唔使揀 ，LBX Morizo RR 6速手波一次過俾晒你，配額極度有限，全球1%嘅有緣人會有幾多個？記住買車就係金衣時，快啲揾自由 bid啦！